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过好冇？我係阿明姑，劉孝明，歡迎收看福起來。相信觀眾朋友多多少少都看過木球嘛，好嘛？啲講木球係樣嘅情形，但是你即個啲木球係樣嘅比賽冇？其實木球唔單止係一個正規嘅比賽嘅賽事，伊嘛可以適合做平常嘅娛樂哦。你今日有請到來賓，有向我哋呢木球隊嘅組長，還有啲教練嚟到嚟現場，我哋睇咧歡迎我哋家棟各種嘅，我哋呢木球隊嘅教練，我哋說賴有才教練嚟到現場。主持人大家好，我來自家棟嘅賴有才，還有我哋的組長李煥元組長。大家好，我係來自女部嘅煥元組長。我相信其實我哋啲觀眾朋友可能多多少少有談過木球啦，但是幾種人嘛可能唔知講，木球有嘅規則啦，無你講要樣去教有嘅木球。我係咪先請我哋嘅賴教練同人講一下講，木球有規則係嘛個樣去教？木球嘅以打球嘅方式哦，對我哋國際上嘅打高爾夫球演變過來野風嘅運動，伊也係算懸殊嘅。你可以一個樣嘅去打，用一道球係咪？呢度我哋講，因為高爾夫球是講，譬如講係有一大的機靈係把一多少桿嘛，一大道木球嘛係用呢個方法係咪？木球都睇田徑場，有安排12個球托，每一個球托有一個球門，每一托我哋標準桿就算到4桿，12個球托算下來都48桿，高爾夫球都72桿，嗰時候咧比賽我哋都走桿數來算伊嘅數量。嗰種咩萬人過少嘅桿數，但係也會萬人都贏嘅。對。咁從我哋嚟講嘅話，我哋講木球一般，但係哪一個國家運動咯？也方嘅運動quite難得啦。我哋所接觸嘅所有嘅運動都對外界引進入來嘅，像野方木球都我哋中華民國台灣，我哋七個方面咧野方運動。嗰時喺我哋即個台灣，即個去可能去參考高爾夫啦，冇都參考其他運動，然後去發明安尼木球啊，係咪？係。咁而即個嘅規則都同高爾夫球同樣下，都以講桿數來判定你係要贏還是輸安尼。對，錯。咁而用嘅桿呢？喏，用桿呢種早期用木呢個材位木材，球也係木材，按過演變到今日伊個球桿進化為鋁合金球桿，按過球同樣也係木球，用木嘅木材嚟做伊個材料。但係有嘅重量應該都還是有規定啦，個球嘅重量同個桿嘅重量應該有規定吧？伊球太細粒，仲重量，唔過伊個重量有分，個重個強，看個人嘅屬嘅話。咁我想問一下組長從入邊我哋嘅木球睇台灣啦，差唔多已經發展已久嘅。差唔多22年。22年咧，嗰時差唔多22年嘅時間，我哋都台灣都發展嚟有啲運動咁我提供教練其實嗰種搞過久嘅。今年都踢16年。踢16年，嗰時等於22年咁16嘅話，其實問題我哋木球發展過前面嘅時間都開始嚟接觸下運動嘅。咁以前係我哋講飲體育呢嗰種可能邊有嘅欣賞下？沒有，咁以前做乜嘅咯？我進入都開課場，都試課場嘅全台灣省冇幾樣嘢執照呢？等下我問一下試課場我執照冇？我駕駛執照喎，我駕駛執照，我有人嚟攔截，應該唔會啦。我9冊，試課場之前都要選9冊。一天愛啦，係有冇嚟最緊要是，咁即個試課場其實算幾好嘅工作啊！退休喺度，嗱嚟接觸下做教練係咪？冇，平常嘢咧學生嘅木球，都嚴邊捱，也有學生嘅木球。係啊，16年前，我哋冇接觸有木球，都有平常嘢咪冇學生嘅木球。咁幾時嘅事樣講？唔前退休都開始推廣嘅。咁我有安尼幾年有讀到安尼嘅木球嘛？當時民國90年嘅係多做家棟結社嘅家長比賽，我都接觸到我哋學校嘅人，都家棟結社有
太严杀的目球，啊我都接触到，啊我也亲身落去打2年过后啊，我喺老輩看到米的演示，那麼有學生的目球，像我哋屏東縣都冇學生的目球，啊對，嘅下開始我都全心全力都投入呀學生目球呀一塊。啊，有啲問題都講，目球看了點點呢？因為人強人會試下你點點嘅動作啊，因為如果會做了之後，已經會盤一盤伊。呀，學生的目球，嚟打呀的目球，真是親好。因為呀目球屬於比較靜態，脾氣暴躁的學生嚟打呢球都比較冇適合嘅。嗰所以對個以訓練的時間嘛，同時愛訓練也信心嘅，錯。咁啊，而邊個人從頭都講到攰，即係講到一半都講，我哋要從打高爾夫球樣啊，嗬。我哋有時係咪看到講，我冷頓球嘅打嘅唔係，嘅係木球，嘅係槌球。嘅槌球。嗰種槌球同木球係冇同樣嘅。冇。你係咪同人哋睇過個嘢有差別喺內咯？以槌球，大部分種喺公園地帶啊。伊嘅運動嘅面積模態，差唔多20公尺嘅平方米。運動量過冇，過適合老年人嘅打球。木球都唔係，木球對學生嘅多太學，多社會做，嗰所以嘅打球嘅場所過太有運動量。嗰種一方面也要長啲嗰陣，就頭都講啊嘛，其實一打硬度嘅幹嘛嗬。聽見都講，而可能打到幹是一天都有一天嘅體力。錯。咁幾時間希望講把也為木球推廣嘅時間，體力程度好講喺哪？有加動嘅時，加動嘅時，加動嘅時後來又推廣木球。有加動嘅時候推廣過後，新年嘅畢業過後，都入加動嘅組，係都各種接觸。加動嘅組畢業過後，大部分都入加動加農，果農。嗰啲嗰時人意思講，幾時節嘅新年嚟加動加有練木球嘅話，加動骨手畢業係得係，都馬上加動各種嚟接觸。加種各種幾時嘅腦上嘅隻木球也會訓練項目咯。其實體力都會少子化啦。因為學生咧講啊講，數目多學生嘅，多個時候基本上有那種木球專長嘅學生嘅，那都全部吸收進來安尼。從其他嚟講，少子化係加種各種幾樣種嚇？幾樣種？幾樣種？而家差唔多從幾多班啊？8班。8班，一班差唔多幾多少人咧？20人嘅。20人嗰時睇一點人傾到160個人咧，嗬。而家全部180咧吧？180班係。全校180班。哦，嗰陣時嗰時候，因為我哋嗰時節150班，西大都有，西大西冇搞好啦，記得西冇有15班。係150個，有一點人去，一點人去差不多750個人嚟睇，你不過仲嘅時間，係因為我哋1到15班嘛，一班差不多50個啊。嗰時我嗰陣時幾多，嗰時就變成講，我哋一啲各種用一啲特色嘅運動去，我講去上聲音嘅嘛好啦，嗬，我都培養聲音嘅嘛好，用我哋嘅方法係咪？係。咁我哋嘅方法，唔知個感覺到個對聲音嘅來講嘅話，用我哋運動嘅方法來，希望個而留下來加動讀書，因為加動個少嘛，都加動個重嘛，好，至少有一段時間全部留下來，有一方法好。都更加新鮮用嘅，我感覺是幾好啦。學生咧，通常各種嘅話都就近入學。其實嘛是從在法案多時間喺交通上面這樣嘅。加州嘛較可以到啦。讀書過一度，打球嘛可以過一度安尼。因為其實我哋講國中生唔像高中生，高中生其實體力啊嚇，等咧嗰種。我哋講心智面嘅發展嘛，又過好啊！嗰種其實嗰種聽外地讀書其實蠻好，而不只個會照顧這個。但係高中生其實蠻太細人嘅啦。嗰種等於講其實還是要有家人嘅照顧，其實過好。嗰種變成講，因為有呀運動，然後又有出家路多元嘅家庭各種嘅讀書嘅話，對於來講，等於路也路向運動嘅心思嘛有嘅，好讀書嘅嘛唔會講。就係我認識，我向這一讀書，其實對聲音嚟講係蠻幾好嘅。咁從唔嚟講話，
嘉东各种的木球队的话，伊迄边一天系体育班的学生啊？无，安尼好到无体育班。无体育班，假日的学生的路，当初喺嘉东国小学过木球的人来嘉东国中路，看下还是讲，多时节，譬如讲可能咩嘉东国小的，来嘉东国中头，喺新的，可以教伊冇？可以啊，安尼个学生的木球队学生的全部拢喺都原来嘉东乡的学生的，安尼嘉东乡6间，有6间国小，更加有4间拢有木球。哦，嗰時就變成講，一定可能嘛，慢慢地提供，啲國中地方要培養啊，你冇得講國中地方要重點要重視下運動以後，小學都開始做下嘅一啲培養，係咪？唔去國中唔單止要出土，至少咪有一啲可以重點嘅運動可以去做培養。佢見嘅嘉東國中嘅木球隊嘅話，有一隊嘅隊員。健康有25個，25個幾多呢？細大細妹喏？差不多一般。嗰時有細妹嘅木球隊，有細大木球隊，咁有分人去冇？還是講睇緊嘢係混練啊？混練，安尼都比賽看你自家實力嘅。嗰時嘛，可能應人生都夠厲害，譬如講國小都夠厲害，都國中都馬上都變成主力，冇都馬上都教緊人哋講校隊啦，嗬。係啊，想問下教練講。像這個因為講，頭到我哋嘅組長又講，我國中起碼可以啊，都係對於啲木球嘅運動選手來講嘛，伊最重要嘅一種特質係乜嘢？伊嘅特質咯，就係用心嘛，用心，伊嘅專注力，冇用心打唔好，冇用心打唔好，嗰時伊唔是要求講啊一體獎，伊要表，伊要走。嘿，伊冇身材嘅你限制，冇身材限制。如變成講學生啊，唔單止用心，也嘛有心啦。有心睇平常冇練習嘅時，伊即個學過練習。觀眾朋友講到更加體育可以提供，其實木球係一個老嫩體適度適合嘅運動。休息下我等下我哋埋嗰度木球嘅事情咯。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咧來賓，我哋嘉東國中嘅教練同埋我哋組長同你講，乜嘢係木球？我想問下教練嗬，從這個推廣木球喺我哋咧學生嘅地方，練習木球有10個人嘅，10個人嘅地方有印象過什麼經驗冇？你講過有神奇嘅事情？有啲問題都有下我哋咪印象深刻嘛，差唔多咧8-9年前，我都去做店嘅下，啲學校嘅門口，我都看到啲學生背住啲書包啊，我去學校嘅地方，我係看到，我都講小帥哥，等一下，我同自我介紹，我都嘉東國中嘅教練啊，木球嘅教練，教練看應該是將來各有發展嘅一啲人才，佢同你阿妹，建議開始咧就學木球，冇想到伊阿妹真歡喜啊！都開始接觸到木球，當時才結束5年生呢，我都好用心地教，都一對一地教法，真用心地學，冇想到上嚟嘉東國中，第一年國中1年生都拿到金牌，全中運嘅金牌，國中2年生又拿到2塊金牌，也下。太也讀大學1年生，都讀嘅呢桃園呢國立體育大學，也係點我都親感覺到該安慰啊！等下，你這時節看到個聲音呢，你喺留意下，還是個應該講，你就偷偷同我講，愛學木球嘅選手，我講信唔信吼？伊啲學生嘅把書包，愈行按到人，愈讀到伊，請問下當初我看到嘢。有很多教練那個慧眼識英雄啊，當時我看有學生，看來感覺唔係佢暴躁嘅聲音，唔係佢暴躁嘅聲音，看來嗰種佢靜態嘅學生，
佢斯文啊，佢文聽啦。阿龍講嘅咧，伊咧結種嘅係特殊，全班第一名，以每擺段考哦，平均95分以上。安尼學生又要讀書，又要打球嘅，又做結束歌，哦，又參加世界盃國手，打金牌咧，哦，也點哦，我都感覺講哦，都也哈，永遠都唔會記唔得啦。對，但是我還是感覺講，其實你係咪有寫一題調查講，其實人家學校地方第一名嘅係乜嘢，然後以前面讀嘢喏，你都第一，阿冇讀書喏。有啲人就冇小心都讀到，嗰時就變成講。其實業餘運動對於啲學生來講啊嘛，其實佢可以學入同業餘運動係可以兩個地方都可以以揀到嘅一啲事情係咪？冇唔錯啊，從一下少子化嘅問題哦，每一個家長都將自家生兒呢當作是寶，啊每一個家長都想講，我嘅生兒呢要讀書，冇讀書先唔得，啊其實每一個生兒呢有伊嘅興趣啊。有啲生兒呢，伊對讀書可能都冇興趣，啊對運動可能都有興趣，啊就針對伊嘅興趣啊，我哋都嚟教伊嘅專長，啊用心地學，用心地打球嘅，當然一定會拿到好嘅成績啦。咁從頭到尾人嘅教練安尼講伊哋講，生兒呢其實心情好，可以要讀書然後伊也要家長嘛同意以後，嗰時候伊去。練習我哋嘅目標也有項目，我哋講國小嘅時啦嚇，睇幾多家長都講啊，國小都盡量教啦嚇，都可以教咁，反正功課可以都好。但是從個國中以後，其實對幾多嘅家長來講嘅話，人家都認為到到國中以後，伊可能功課都能夠輕一些。但幾時節能用一同家長講，伊話可以練習目標，伊話讀書一件事情。基本上我哋練習時間會放學、放學以後，無如正規嘅學校讀書讀起嚟，放學嗱嚟讀練目標。無如禮拜六安尼，所以嗰時候其實嘅上課時間唔會用到啊，唔會用到。不過變成安尼話，家長都過放心啦，因為其實國中以後都開始加幾多啊，譬如講。理化啦、啥吼，嗰度唔像國小其實啊，睇個讀啊，吼有啲成績他們都可以，但是國中喺邊度讀接國中嘅嘛，吼，嗰時其實幾多家長會開始擔心功課一件事情。像我想問下教練啊，而家我哋對我哋台灣來講，我哋啲目標吼，而之間嘅分級係用啊，小學級，還是講係用啊，用小學、中學、國中嚇，還是講用嘅級數來分啊？學生嘅目標哦，體育級路。國小，體育級路結種，冇分人級，如國小組、國小組、國中組，錯，國中組，啊個係都大學嘅，體準備，啊個係都國際杯，國際杯有亞洲杯，有世界杯，有沙飛組冇？有，而家有沙飛組冇？有沙飛組，咁也要更加呢比賽來講嘅話，譬如講國小、國中嘅，也要比賽喺教育部成員，係咪可以變成保送啦？某啲成績可以用嘅成績冇？有可以。咁像這個做教練做研究嘅時間，要讀到嗰種樣講啊，因為講生意嘅規劃啊，現實嘅家長唔同意嘅冇？有啊，你學到一半，家長都反對。都推對啊！從我哋嘅情形對係教練嚟講，喺心理上都千難過。除非講用個樂觀嘅心情嚟看一件事情。畢竟我哋看學生嘅，對於佢唔會打，教到佢千會打，我哋用千多嘅時間，用千多嘅心去教下學生嘅。結果家長因為講佢嘅功課冇好啦。還有其他家庭嘅問題，所以造成咗個推對，嗰時候也點我哋教練都這個係問題啦，這個調試好都好嘅啊，還是我感覺到佢可惜啦，因為其實真係而係對伊啲生意嘅信心來講，係啲該培養伊啲該好運動。因為講差唔多多些生意嘅都可以去做目標嘅訓練嘅，我感覺對大細開始結束差唔多4年生開始啦，先體學。做乜4年生體學？ 3年生以下
伊个心心蛮无听啊，蛮烦啊。按4年生以上吼，讲的话，伊多少谈一声。俺哋要表达咧，俺哋心情吼，伊也有法度接受。慢些开始学，经过伊个时间，佮长安尼吼，到伊结束毕业，到结束也3年的时间，对伊来讲非常的重要。好坏都看也3年。嗰時同人講嘅叫，佢你認識也是其實伊係過少5年先嘛，嗰時對伊能訓練嘅2年，但是伊喺國中伊係有安好嘅成績嘅。冇錯。佢伊係咪像同人講嘅，其實伊唔單止個用心，伊嘛還是個專心。冇錯啊！伊學生嘅好壞吼，說咧可能都伊咧同好嘅，也咧可能。無少時本來讀到，日日都批號嘅，對，你日到播咁啊，都係飲多啲生意，你飲多啲播啊。咁我問咯，因為更加學人睇下，教練其實係幾講法講到更加好，如果因啲伊啲生意嘅培養按叫嘅生意唔係練，如果其實我如果可以感覺到，其實如果感覺到，佢可惜啦嗬，伊啲佢用心嘅教練，然後感覺到佢可惜，因為我遇到人個啊。有人啊，冇人都算啦。唔可能而家接到一啲安好嘅教練培養出來嘅學生咧，都唔能貴重，唔能貴重用嚟接一步。基本上我哋都依正常的管道啦，正常的程序。我哋唔會因為伊過啲會用，像講伊過一時間拿到金牌，我哋我數東西，我過來拼同嘅時間，伊向下。國一就是要負責拿行李啊，我不會因為講你拿金牌，都拿翹沒有，就是學弟就是要負責幫忙收東西，這樣的，不會因為他金牌他就不會用，沒有這回事，都一樣一視同仁的。嗰種變成講，到咗國中以後，也要團隊，團隊也要精神，其實喺國中地位其實係最重要嘅。唔好講因為你係國人，伊厲害嘅，唔到團隊地位，你都變成一個。馬個都事情都唔知道，嗰種努力的主角嘅人，但是喺團隊裏邊，你會一眼神都要做贏家，一眼神這種事情。也對變成講嗰種地方，你要搞一定樣嘅去喺啲團隊裏邊，一樣嘅去睇下你嘅規則，睇下你看下去遵守下規則。嗰種我哋現場有按到人哋到嘅獎牌啦、獎幣啦嚇。像教練，你即刻也到獎牌獎幣地方，你即刻有印象過什麼一擺？有啊，都第一擺我哋家動嗰種。參加全中運，我哋喺當時喺台中，我哋都拿到2面金牌。嗰時係體育比賽啊，體育比賽。咁啊，那厲害咯！這麼體育比賽都可以拿到咯。因為我哋有體強嘅球隊，我哋賣細嘅時候，我哋都開始打，開始練，上嚟嘅種，當然拿金牌是好合理嘅。嗰時等於講，雖然你係體育比賽，但是唔等已經準備一個機會。冇錯係。嗰時呢啲金牌對人嚟講，其實係點講咯？印象過沉一擺。冇錯係。係啊，但是問題係對人咧球隊，對你這個嚟講，你這個教練，你看你這個對於4年咧開始培養到更加好，然後各種去比賽。好，雖然講體育比賽，但是你培養，你其實心情點樣？哦，心情佢激動啊！因為搞學生羽球搞了6年過後，也真是拿到體育塊嘅金牌。所以當時嘅用心嘛，特別多。所以拿到呢金牌，我當然不管講係教練、家長、學生去、學教育，每個人一種親歡喜啊！冇想到講我能夠一戰成名啊！哈，一戰成名，如果冇想到我哋練習籃球，體育去比賽，你拿到金牌。咁幾擺等於講全台灣省人體育談到過，有啲家動貴種出來比賽。冇唔知有冇設定樣嘅，咁我冇想到設定很好。錯，咁其實又開始有嗰種嘢嚟搶講，咁係咪嚟同埋做我哋嗰種我哋咧學教教練冇？當時我哋偏動演哦，我哋家動結種差一屆，我哋都打天下嘅。拿到金牌過後，其實我哋演政府啊，當時咩唔知講，目標上多容易，因為冇注意啊，是冇想到每一年出的。仲要拿到金牌過後，而家開始要重視我哋嘅目標啊！係啊，可是真是還是要有啲表現，睇下人哋點咯。一戰成名以後，到底會發生乜嘅事情咯？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咪嗰度講精彩故事哦。
翻过来，复起来，上台节目我哋嘅教練，嚟要出嚟教練同人講，以印象最深嘅100嘅比賽，加上我們也主張，最後就獎牌點樣？你這個印象最深嘅100？我印象最深係那個102年提宜蘭嘅全中運比賽，那個精神總錦標嘅講座。乜乜叫精神嘅總錦標？我哋有分團體桿數賽同團體球道賽，今年我哋拿伊個第1名，伊個第3名，我哋同個苗栗的頭屋國中並列第1。故說以前因為我哋屏東縣較遠，伊就先搬一點，個苗栗個頭屋國中，後來木球協會再補給他們就對了。補得比。佢怎麼講擊敗係用這個印象最深嘅100？因為前一年一幫人一年提個台北比賽。喺天母嘅台北體院比賽，嗰一年成績冇講過好，因為嗰一年係我踢白接做帶木球隊去比賽，前一年18年是個雙金。問題是不是出在你？對，因為那時候第一次接，然後訂的住宿啊、行政方面就覺得就有點亂，因為台北也不熟，然後後來102年在宜蘭的全中運就。伊個第1名，伊個第3名，我看到那個好像就內心就很激動，有那個問題總以沒人來出來開始咯，沒啦，相信有時打球嘅係贏的啦，唔係講萬人隻已經用嘅，但是至少對你來講也係講對80年嘅平常嘅訓練嘅表現得最好嘅100，係啊，可是問題，像我哋安尼，其實嘉東國中也係木球隊吼，而家其實算是唔單止屏東有名嘅啦，吼，全台灣嘛有名嘅。佢頭教練其實有講到啲幾重要，講其實佢幾多嘅人嘛唔係木球係嘛嘅，甚至講伊都譬如講棒球啦，譬如講籃球來講，我發現還是伊啲人講個細種、個少年教嘅伊啲運動，佢相對嘅也係資源冇個少。咁其實16年前開始在推廣嘅時間，像乜嘢嘅薪水冇得講，也訓練得緊邊嚟？當時16年前嘉東結束第100成立木球隊，因為我是家長會長，不太出力還是太出錢？冇想到我訓練球隊，一天都帶出去比賽。係啊，一年至少帶2出到3出比賽，一比賽要係3年。帶學生去，先生就同我哋陪同，出去那有錢咯，冇想到講比賽要用錢啊，是的，係的吼，所以說咧，我一年嘅負擔吼，我冇負擔，球隊都冇都出去啊，都1年、2年、3年都長期按，去城市嘅都高中，都問體育組長講，教練團是萬人咯。個組長都快些講冇啦，像我哋賴教練1年啊，高中談到咩幾快些啊，其實比賽嘅經費多少對我嚟講冇乜嘅重要係用木球，學生木球一定要延續落去啊。可是應該我講咯，相信講教練團唔免人唔知㗎啦，因為怎麼樣，唔同講到一句重要話講，教練嘅經費唔重要啦，相信人家體育堂都要發款係吧？那是講教練團1年，但是教練後輩也好，有一啲財政大臣好的成立這樣一件事情，人家加堂都一件事情冇款係啦，又要出錢又要出錢。其實我家有咩教練啊？有嘛教練？我哋有共同嘅建立興趣，不說有經費，因為我嘅工作係鐵路局。睇師傅查嗰問題，給你薪水沒問題。不說用啲學生嘅也經費對我嚟講唔免太問題啊。嗰時變成講普惠以內，如這個哪一陣冇錯噶啦吼。嗰時都變成講有按有心嘅啲教練，你這個要出錢要出力，好慢慢地把聲音嘅培養放起來。但問題係講，較緊張咯，唔係講這個唔可以講你100路做到緊張，緊張我能講。經費方咯，一方面主張，而家也邊你看，頭到我哋咧教練朋友講啊，而家啲國小組啊、國中啊、高中啊啲東西，
嘛已經講比賽來講，嘛成績嘛本教育部認定的嘛吼，佮同時講伊也要比賽嘛算過完整的一種比賽賽事，但是經費嘅部分，我哋有縣政府的補助嗎？還是講我哋教育部的補助，還是有那個獎金嗎？有安那東西？從一般嘅是個，這是個我哋拿雙金的時間，這是個木球會示範項目。比如說，如果是正式項目的話，也給獎金都是正常。因為我哋係示範項目，所以個獎金會砍半。過來一般人一樣，我哋呢之前呢莊校長，伊來講，木球隊冇經費，我用會幹啥？過來莊校長都請家長來開會啊，講，我都講，我哋因為我哋個縣政府，我哋有縣政府有拿到前6名的話。都有去頒發獎金安尼，就從學生嘅獎金一半留下來，做我哋木球基金。過從101年到現在，就是用這種模式這樣。另外我哋從個教育部學產基金，我哋去申請，大概1年都10萬，10萬元安尼。其他都從我哋看今年那個。學長學姐表現好嘛？都用伊的那個獎金去收了養的那個學弟妹安尼。嗰就等於如何講，變成講，正常的營運經費其實係冇，好，大部分還是靠比賽，比賽獎金，好，嗰就變成講，也為營運的基金其實係關唔問題呢，因為比賽有輸有贏啊，好，贏當然如何可能佢今年的錢都夠多。輸的話其實都變成可能都會過少一些。佢對人的事情的話，教練即刻已經推廣了16年了。你希望講從目標來講的話，按樣去持續去推動下一個，譬如講錢的問題，冇教練的問題，你這個有冇想法？按呢經費哦，其實我哋國內吼，個體育界啊，從業以來都遇到呢經費問題，他可能會上路嘅，冇性命，咪冇定命以前。冇人會注意等成名呢，他敢人落去給你都唔係雪中送炭，他係種個錦上添花。從我種個心理對我哋體育界長期都重壓嘅。嗰種我哋對我哋目前咧嘅你球隊伊嘅經費，只是親難去嘅你嘅期望。縣政府多少要補助，看我哋成績好快，今邊有成績，伊要補助。2年過後冇成績咧，伊可能都同병起來，有我哋去上路件嘅事情，我哋多件10多年，我哋唔敢對家長目看，因為也唔係從長遠之計，也係家庭也係生意啊，全部都中低收入，而且家庭都有問題，我哋那時代共同對家長一樣，像我哋啲球隊20人，3/4呢種中低收入戶。像我種個球隊唔太有經費咯，一定要靠縣政府冇得向援手要來支持，靠家長冇可能嘅事情。後擺我同佢講，2年睇講話咧，睇聊天去講到，學生一樣，我哋作為16年嘅教練，我哋目的何在啊？我哋目的都12年冇變壞如何？有的會。低收入戶，有啲冇阿爸，有啲冇阿妹，一條學生，功課唔係真好，唔過我哋用目標佢哋讀好了，你喺眼神上佢讀一條數嘅，你唔好俾變壞，哪變壞唔怕，延長伊變壞嘅時間，其實都未嚇，有學生嘅，伊唔會變壞，因為賣聲嗌你佢帶對結束帶到高中畢業，伊18歲過後。經常伊都唔會個變壞，因為我哋佢長期以來我哋教球嘅嘅你心得啦，都感覺講我哋都覺得安慰嘅。有一句話講學鋼琴嘅聲音咧唔會變壞，其實今日嘅節目都同講學木球嘅聲音咧唔會變壞。今日佢感謝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同你講安度木球嘅故事。好，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等下運動講什麼阿球妹來講運動的故事哦。大家好，歡迎
收看运通加油站，我係运通甜心阿娟妹，佢歡喜又睇一片同大家見面咯。今日嘅運動，我會同大家紹介係木球。木球也運動係會拿球棍嚟打球，韓國會同木球打高球門，安尼就算一套。大部分嘅比賽都會完成12套。韓國木球也運動，咪係對台灣開始發展嘅哦。不過睇比賽家下到底有乜嘅重點咯？也下聽聽下去。木球嘅比賽項目有分做3類。健人賽就係一類人做單位嘅比賽，雙人賽就係2個世代、2個世妹，無就係一類世代、一類世妹做單位嘅比賽。團體賽每個隊伍由4到6個人做單位嘅比賽。比賽嘅方法分做2個冠數賽，完成12個球套打球總冠數大嘅就贏嘅。兩個球套賽。12個球套，2個球套較多嘅人就贏嘅。比賽家下，比賽球同高球門，韓國睇門比協會，球總唔嚟去變到門比，安尼就完成1球套嘅比賽。比賽當中，球跌到界線落背，就係界外球，係講離開界線再輾轉去達到界線家下。係講裁判員視線眼看到家下就會判界外球，係講冇嘅把控住多數球員看到未做得，係講球員之間有爭議，就看球停動內嚟做競技。發生界外球，盲領導打擊順勢家下，會先同球拿轉，韓國標題出界點線落背，以掠球距離以外嘅所在。領導會打擊家下，再同球標題出界點做中心。2個平行嘅衝突做半徑嘅球通碰打擊球，不過會加算1杆。看睇今日嘅運動加油站，大家對木球有較認識冇咯？也係台灣人發明嘅運動，也係當地嘅爭取2度亞奧運嘅比賽項目。看睇係講看到人哋睇球場上打球家下，冇聽標題同人哋鼓勵哦。運動加油站，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各位觀眾，大家好，好好運動來嘅喲。今日謝諾夫先生會教大家運動保健自家身體，我哋利用一個彈力帶來教大家來運動。第一咧，我哋準備不卡電影，一個電影，一個門咯，是唔得有輪呢，走來走去危險，固定是唔得停通。另外，電影嘅高度差唔多60公分左右，最主要我哋坐落來，腳打開來，坐正來，都可以使我哋運動。基本上呢彈力帶，我哋來做腳嘅運動哦。一慢彈力帶打開來，輕輕慢搖，將我哋腳底下，我哋實在用綁嘅，我哋來試看試呢哦。來綁實下，1、2、3、4、5、6、7、8、9、10，這下我哋揾另外一片來，1、2、3、4、5、6、7、8、9、10、
再做一排來，踮一個腳。1、2、3、4、5、6、7、8、9、10、1、2、3、4、5、6、7、8、9、10。好，做下我哋慢變兩隻腳，墊放來。哦，我哋放實下來哦。1、2、3、4、5、6、7、8、9、10。哦，兩隻腳做下，我哋再做10下。1、2、3、4、5、6、7、8、9、10。最尾再來10下，好，我哋試看先呢哦，大家做得清好，哦，向下來。1、2、3、4、5、6、7、8、9、10。哦，相當的好哦。要慢注意哦，我哋來做嘅動作，你個腳要仰放起來，哦，要仰放來。一個動作，幫我哋腳筋是個運動到，為個身體放放來哦。來做10下。1、2、3、4、5、6、7、8、9、10。做嘅10下，我哋幫腳哦，墊頭來，穩定。1、2、3、4、5、6、7、8、9、10。兩隻腳做10下，也慢變兩隻腳嘅你向下墊墊嘅，哦，就可以身體坐正來。我哋來做10下。1、2、3、4、5、6、7、8、9、10。哦，做10下，再對頭來哦。哦，腳坐穩來。1、2、3、4、5、6、7、8、9、10。彎腳。1、2、
3、4、5、6、7、8、9、10。再来2隻腳，張來哦。1、2、3、4、5、6、7、8、9、10。要麼我哋來做一個，就係我哋腳綁定最前面，綁定最前面，也你要加重哦，加重我哋是綁加重，我哋兩個腳綁向下，腳打開來，我哋數做。用等等呢，我哋先做平衡，腳前呢打開來，做一下，腳要記得用中間來，那麼得出來哦。安尼是得咧，數邊好，用一下，1、2、3、4、5、6、7、8、9、10。一片安尼腳師傅哋也咧檢頭，要順揚，也經常鍛鍊安尼一片嘅力量老人家安尼，人家唔會幫到家有力。安尼再來做10下來數記得問題來咱唔會幫到1、2、3、4、5、6、7、8、9、10。後面我哋是得點10秒鐘訓練我哋一片嘅力量一片有些幫到一片舒爽，所以我哋必有力。好來，我哋最尾那綁10秒鐘來試看先你大家做清加油！1、2、3、4、5、6、7、8、9、10。根本一團力推，用個大力量我哋腿部綁身體，綁手，腳部運動，同腳綁上來，當我哋兩個腳合向下打開來，也嚟幫我哋老人家腳無力去訓練下擺咱唔把你幫到無力啦。今日大家對下腳嘅團體運動，好唔好？好運動，先攞副先生，我哋再嚟了